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7月20，上主的呼唤。在今天的经文12节这样说，因此他命令我到北方去向以色列宣布，不忠的以色列啊，回到我这里来吧。我对你的爱不变，我不永久向你发怒。这好像是情人发出来的，而这情人是没有罪的，这情人是信靠的，他像父亲，他很像丈夫，他也很像牧者，就是这一位上主。他在今天的这个章节不断的说，你回来吧，但他的子民就是背道，不断的背道再回来，背道再回来，就像那个挽回不了的情人，那已经破镜了，但是这位主仍然希望能够破镜，能够重圆，因为他就是爱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背道跟归向其实是同一个字根，所以我们这整个章节都是在于一个核心，就是我们要从转向那个别神到归向这位真神。我们原来是背着神的，现在我们要回转。神再次借着先知来控告他的百姓，但是他的百姓嘴巴很硬哦。昨天我们也有讲，没有啊，哪有争辩呢？我们人就是这样，我们明明这个自欺欺人嘛，我们的行为是背叛我们的嘴巴的，我们心口不一呀。但这位神说你回来就好，因为他有超越的爱。在第1节到第5节，神的标准很高，但是他再次说你回转，再次回转，我会接纳你的。在第3节就是这样讲，我们的主他岂有永远的怀怒存留到底的呢？没有，他的生气没有永远，但是他的爱却是永远的。我们回转吧，不要再背叛神，我们回转吧，我们委身，因为神接纳我们。可是在第6到第11节就讲到，哇，这个犹大很奸诈的因为他们的归向是表面上的，所以在这边讲说，虽有这一切的事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的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因为那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呢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心是什么，我们的主都知道，因为人是看外表，神是看人的内心。即便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的王，是改革的王，但这个改革并没有推到民间，这个改革并没有带来全国的大复兴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情况怎么跟现在很像呢？我们不是说这个时代在台湾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吗？但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嘴巴来敬拜神，将我们的嘴巴献给神。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认罪悔改是一回事，但是我们一转身离开教会，进入到社会，我们就背离了神。主今天透过今天经文再次也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要改，就要彻底改，好吗？从心里改。虽然保罗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了我，但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但是我们的主要帮助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。因为主有应许复兴的盼望，在12节说，你去向北方宣告说，耶和华说，背道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。我们的主说孩子回来就好，他用慈言，他用善牧，
只要你回来就好。真的，我们的主他一心一意，只要我们归向他，都还来得及。没有再大的罪是神没有办法赦免的，没有再大的错误是神没有办法解决的。我们只要愿意回来，好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最后的经文20到25，神再次来呼吁我们回转，好吗？只要我们愿意回转，说我好像转不过来，我这个人值得神爱吗？值得，因为你是神所爱的。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他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。只要我们愿意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真的不行了，主啊，你来好吗？唯有你行。我们的主愿意帮助我们，他要来重整我们的生命，他要来扩张我们的身量，使我们能够迎接那个复兴的日子来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你就是爱，谢谢你有满满怜悯，你的生气不到永远，但你的爱却是永远。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，我们远离我们的恶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在软弱的时候，主你扶持我们，你用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让我们靠在你身上，你就带领我们回转归向你，使我们的生命再次的机会，有重新的机会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就是凭着神给我们新的力量，使我们有新的盼望，使我们决定我们不再做错误的事情。主说不要再犯，是我们靠主，我们是可以得胜的，因为我们除了得救，主要帮助我们天天都能够得胜。愿我们活出得胜的今天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订阅，也给我们有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呢。我们明天见。